走过康桑，大家好，欢迎来自在学藏文。那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是10个单字。那今天呢是延续上一次还没有结束教室动词的应用，那也是用且这个且字来使用。那第一个单字呢是洗这且，洗这且。洗这且呢是详解的意思，洗呢就是洗差，洗差呢是详细的意思，这呢就是解释，解释就是解释说明，所以详细的解释说明就是详解。洗这且，洗这且。那接下来是 lemon 且 ，lemon 且。lemon 且呢是议论、谈论的意思。len瓦跟米瓦呢都是说、提说、议论的意思，就是它同义词。那所以它就是很强调在议论、谈说的意思。那就是 lemon 且 ，lemon 且。那接下来第3个单字 ，lom 且 ，lom 且。lom 且呢是同意、赞同的意思。那 lo 呢指的是心，那它指的不是心脏，它指的心呢是可以了之境的那一分。那 mu 瓦 mu 巴就是幸福、希求、敬仰、信且的意思。所以你的心很幸福它，同意它，就是同意、赞同。lom 且 lom 且。那接下来第4个单字累计且，累计且。累计且呢是整理、整顿的意思。累呢是累吧，美好、品质优良。那计呢是整理，所以整理的很美好，整理的就是品质非常的优异，就是整理、整顿。累计且，累计且。接下来第5个单字查记且，查记且。查记且呢是准备、筹备、预备的意思。查呢是动物的毛发、毛尖端的意思。查记是整理，那把动物的毛把它整理好，就是应该是一指动物可能会在冬天的时候，就是会把自己就是整理好的那种意思，然后或者在进攻或预备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联想啊，然后把这个单词背起来。查记且，查记且。那接下来第6个单字 captcha且， captcha且。captcha且呢是通告、宣布、发表的意思。那 cap 呢就是 cap 吧，就是普遍、普及。那这个炸呢，它其实是走吧的过去式。那走吧呢是宣布、朗诵的意思。所以很广大的去宣布、朗诵出来，就是有通告、宣布、发表的意思，就是 captcha且， captcha且。那接下来第7个单字 toku 且， toku 且。toku 且呢是登记、注册的意思。to 呢是指小册子、簿子、本子。那 ku 呢是安置、安排跟纳入的意思，所以在本子上把它登记进去，就是安置进去，就是登记、注册的意思。toku 且， toku 且。那接下来第8个单词 gapgyung 且， gapgyung 且。gapgyung 且呢是支援、支持的意思。gap 呢是背后、身后的意思。那这里的 gyung 呢就是 gyur， 就是支撑、搀扶的意思。那所以在背后支撑、搀扶，那就是指支援、支持的意思。gapgyung 且， gapgyung 且。
那接下来第9个单字 làm kiêu chè，làm kiêu chè。那 làm kiêu chè 呢是引路带路的意思， làm 就是道路嘛，那 kiêu 呢就是完全详尽，没有任何欠缺的，所以它是非常清晰的，对于前面要走的地方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就是引路带路。làm kiêu chè，làm kiêu chè。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字 卡库切，卡库切，卡库切呢是分配划分的意思，卡呢是卡卡，就是个别各个。那这里的 Q 呢指的是狗瓦的命令式，因为它在后面加了一个切，所以加了一个萨，就是命令式的部分。那原本狗瓦的意思呢就是瓜分划分的意思，所以单个个的去划分瓜分就是分配的意思，就是卡库切，卡库切。那非常随喜大家，我们今天一起学习了10个单字，那我们一起加油吧。